的策略跟我们可能就台湾，但我们的投资公司可能不是大家特别熟悉。我们的策略是第一张支票，就不管你在什么 stage， 第一张支票就是我们策略。也许你是靠自己的钱 run 到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但是从来没有外部投资人，我们也可以投。但是我们全部投的其实都是2个人刚刚成立还没注册的公司 ，70% 我们投的公司是跟他一起注册的公司。所以其实我们不是 VC， 其实我们其实是用别人的钱在 run angel 的投资，所以可以用这个比喻。那 angel 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投在自己的钱。那 multi-stage continual investment strategy 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大部分的早期基金不这么做的，大部分是我是早期，我投完我就继续找其他的。我们是投完之后，公司继续发展，我们会在它 A 轮、B 轮、C 轮一直跟到 IPO。因为我把自己从创业者变投资人的帽子最大的因素，是因为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同时创很多业，不是因为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投很多的公司。因为当你做产品，你手会非常痒，所以作为投资人跟投资者跟创业者关系其实是非常远的。他只想跟你讲好消息，可是只有坏消息，他才可以真正帮你。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我定了这个很独特的策略。当然前面非常辛苦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。那我讲一下这个公司一开始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，然后我投他也不是因为他当时做的事情，他当时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做了一个，他是 Google 的一个，他是那个 Princeton PhD Computer Science， 然后那个这个在 Google 可能第6年、第5年、第6年也刚拿到绿卡。他做了一个就是你手机拿起来讲英文，他跟你讲你跟 native speaker 到底多像，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他你知道他当时去美国蛮苦的，就是比如说到了麦当劳讲英文人家听不懂，所以反正他就有这个 vision 想要去做一个东西出来。那当时他做了这个事情，但是说真的，你知道我就说这我玩2、3次我就不玩了。可是你知道我就跟他聊天嘛，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去认识这个人的背景跟他的故事，然后呢来去看他现在做的事情，去了解这个人到底了不了解自己要什么东西。就很多时候这件事情不 consistent， 你会以为你是在想这件事情，但是你整个最后你做决策的逻辑根本不是你想的你是谁，因为你永远都可以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学到别的东西。所以 be open minded， 然后就是尽量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。那你知道这个，我自己的建议就是，很多的 dots 是你根本不知道，原来这个是这么有用的 ，until 那件事情发生。所以，就是不要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，进去你才知道水烫不烫。